夫君，你怎么还没睡啊？你怎么不睡啊？累不累？不累，想说话。那我就陪你说说话。别动了。夫君，我不想在这儿说，我想去花园。这大半夜的，你不怕呀？夫君怕吗？有点怕。不过你要想去的话，我就陪你去呗。夫君，怎么看不清星星啊？被松树挡住了呀，就看不见了。你不是有话要说吗？我听着呢。要这样回去了啊？夫君，其实妾身原本有幸。夫君想听故事吗？你不是不愿意说吗？要是伤心的话，就别说了。妾身姓房，房玄龄是我爷爷。房玄龄，高阳公主的公公，被高阳公主连累满门抄斩的房玄龄吗？那你跟高阳公主什么关系？妾身是高阳公主所生，是房玄龄的孙女。除了哥哥，其他那些人都该死。好了，不哭了。那年妾身7岁，家里出事的时候，正巧跟哥哥出了门，才躲过一劫呢。好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啊。这大过节的，别哭了啊，好好的。你记住，现在你姓王，是我的夫人。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吃饭，锻炼身体，快快长身体。夫君，哎呀！哎呦！哎呀，夫君，怎么样？讨厌！还有味吗？这个周大夫要说可恨还真是可恨，医术不精还煞有介事；要说可爱嘛，也算得上可爱，知道自己错了，还差人送个信来。听说原来周大夫是兽医啊，怎么看着看着就给人看上病了？他家祖上是在口外给牲畜瞧病的，手艺是家传的。这长安城毕竟不是大漠草原，没那么多牲口，这才起了转行的念头。老爷夫人，赶快过来看看吧，二夫人她……啊？怎么了？快来看看！二姐，怎么了？啊，肚子坏了，是不是吃羊肉串吃的？那么吃能不坏肚子吗？哎，这孩子怪可怜的，好歹也算是个贵族人家，连个烤串也能吃成这样。喝几次了5次。有没有谢丽婷、谢霆锋什么的？啊，去端碗盐水来，要温的。哦，是。常言道，好汉架不住三簸箕，这都5次了，这还得了？还不是赖夫君，现在倒跑来装好人，就没见过那样吃羊肉的。小侯爷盐水。来，喝点。再喝点，再喝点。哎呀，你让他躺下吧，看把他虚的。夫君，别说话了，拉稀都堵不住嘴。夫君，夫君，
天都亮了，你好激动啊！看你虚的，说话都费劲。来人呐！卢哥在。去给二夫人弄杯羊奶来，热的。哎，好。今天啊，秦玉要过来上课，我得去过去给她讲算术。你呢，喝完奶就躺着。回头我给老四捎个信儿去，就说给你放2天假，这2天你也累得够呛，趁着拉稀多歇2天啊。夫君，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好汉都架不住三婆媳，他能架得住吗？可怜的夫君，齐郡主约我去南山观景，你说我去不去？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反正去看了别白看，也做几首诗回来。那个王国维不是说过吗？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是谁啊？男的，一个才子。才子啊？哪儿的才子？哎，这不知道，就反正你就记住吧。去了，多做几首诗就行了。那你好好养着，谢谢夫人。劳烦夫君照顾了。放心吧。秦小公爷啊，刚才那可是夫人的马车啊。是，夫人去南山游玩。哦，子豪兄没去吧？没有。哦，好，哎，为何说话如此节奏？像啊，好。照顾好二夫人。嗯，小侯爷放心。小姐，扶我一下，二夫人，您还是躺着吧。帮我梳洗。不行，您都这样了。我躺着不舒服，你帮我梳洗一下，我要去听夫君讲课。哎，现在是中秋，天气凉爽，子豪兄，你拿着一把扇子作何用意啊？妈的，你说我拿扇子干嘛？这孙子一根接一根的，老子随口一说，你还真往心里去，弄得我抽也不是，不抽也不是。扇！子豪兄，你这又是何意？难不成你想吹散这伟人的仙气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你当这是扇子，我当这是戒律。学生要是不听话，老师可是要打手板。为师此举，正是将伟人的精神发扬光大。子豪兄，你不会是真想打我吧？是啊，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啊。哎，你那么虚弱，你跑出来干嘛？二嫂夫人安。还好，四爷兄也不是外人，你就坐那儿听吧。王夫人，你看，这就是昭武校尉李将军的宅子，皇上把他外放岭南了，下月就走，这会儿正着急出手。真是好地方啊！我带你到那边看一看。
乃数数之学，是从天地万物自然法则里边抽象出来的具有科学属性的一种基础科学。算术是最基础的数学。长安城的达官显贵大多都有这样的宅子，每年春秋两季过来消闲一下。你看这周围山峦起伏，景色宜人，空气也好。带上一家人过来住些日子，春季可以踏踏青，秋季呢可以围猎，是舒服得很。那郡主也有这样的宅子吗？我的宅子嘛，在西山，风景倒也还可以。甲、乙、丙3个兵团，都需要消耗粮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储备有555555担粮草。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甲、乙、丙3个兵团应该各分多少粮草呢？话说每个兵团的人数比例是2、3、4，你给我算算。这个粮草我在战场上也分过，可是今天又算不出来。小弟愚笨，实在没有办法平均分配这些粮草。你确定你没法平均分配这些粮草？无法分配。这是个错题呀！难道这是个错题？你看不出来吗？知道就好。但是下次，我希望你碰到这种题，你就直接跟我说出来，你别装的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你糊弄谁呢？我希望你将来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学生，也能像我对待你这样，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四爷啊，切记呀！是，学生谨遵教诲。好了，今天这个课就上到这儿吧。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柴草的分配。好。那学生就先行告辞啊！我就不送了啊！哎，夫君，你干嘛给人家出个错题啊？我就是要考验一下这小子的智商啊！连个错题都分辨不出来，还学个屁呀！